因为疫情延期举办的台南品味周，将于疫情降期后9月3号到6号，在南胖世贸展览中心盛大登场。现场会当看到，不管是咖啡、茶叶、红酒，甚至还有汽机车，拢会当在这场展览看到。市长黄伟哲也特别来到现场赞声，帮忙各区农会行销台南的好盘手。转向左边，六甲有，手上是有来的，比较久，10秒钟10秒内头转要重转要。台南品味周由工商时报跟台南市政府一起来共同主办的。我想，台南品味周已经是成为这个品牌了哈，那成为台南许多的精品都争相上市的平台。那我们非常感谢工商时报能够长久以来一直在支持的台南的各行各业的一个台南品味周活动的举办。那我相信今年大概有420个摊位，那摊位数也是创新高，那能够让许多的台南，不管是小农，不管是农会，不管是各项的精品百货，它都有一个展示的平台，能够吸引南来北往的消费者。这点是我们非常感谢，也非常开心的事情。从这边一直扫过去。主办单位表示，台南品味周举办迈入第3届，是一届办了比一届更好。展览的成功，嘛特别感谢市府的大力协助。第3届承蒙这个台南市相当的支持，我们一届比一届办得更好。那我们这回是5展合一，哪5展呢？第一个就是好茶，第2个就是好酒，第3是好咖啡，第4个CP值很高的休闲户外的商品。那第5个各位看到的机车，尤其是重机。这回的重机我们结合了20个品牌，那是相当有范围，应该是大南部地区最好的重机的一个秀啊。那在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们在这边能把我们的所有的产品在这边跟大家呈现。今年台南品味周特别规划由7个国家组成的国际品味展区，参加国家包含史瓦蒂尼、瓜地马拉、印尼、捷克、奈及利亚、匈牙利以及墨西哥等。在疫情期间，民众虽然出国不方便，但嘛会当在现场买到各国名产。主办单位欢迎大家专程挂翠安，安心来看展览。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